这实在是过意不去啊！背部，小姐呀，我家徒四壁，连个仙女都买不起，有朝一日我肩膀离地，就被你实在不成，你看怎么样？算了吧，那要等到5年5月。这样吧，你好好的看我一眼，说一句我好看，就算是你对我的风筝了。我就能定一只风筝，哎呀，好啊，好啊！小姐，我这个人只讲真话，不讲没心话。要是你真的不好看，那我还是陪不了你的。风筝，你也没有看，怎么知道我好看不好看呐？哎呀，这，好，我看。
现在有事，我知道你。我当天打过去。可以，你里面你夸得太绝了吧？这是。我要做。